actually 还未 start 嘅本，还未 start 嘅，那當然冇呢個神啦。所以變嚟YouTube 嚟歡迎，啲禮拜咧，嗰陣嚟歡迎我特登嚟聽，變嚟學嘅就知道，即係禮拜我就 tap back 嘉賓。哎呦，你畫面什麼啊？冇笑到啊！你估你畫面啊？定到時你去變嚟學嘅只車時，你畫面啊，係咪意思畫面啊？你我啦 ，OK，so 你那是啊嚟變嚟學嘅咯，特登嚟外面叫咪咕啊。畫面啊，冇咧。OK，是啊，冇較濟，我同你講定到冇阿心咯，叫我成咯，阿心咯，冇好聽，我冇好聽啊！哎呦，你講成冇好聽。所以成日你定到你老官到啲韓國老官，我唔知道在即係阿龍嘅朋友啊，伊老官伊名做，伊唔知一等伊名誒 initial 是 PK 嘛？你係咩名啊？你係咩名？我看冇你叫我名 PK 哦，叫普吉老官啊，當嘅。所以我喺度笑，就我喺度笑，你細漢時冇人叫你啊咩名咩？我等你時。有啊，有人叫我係咪啊？叫我 kiwi 哦，不要聽 kiwi。kiwi 啊，kiwi 是阿媽字啊，特別福建話。kiwi 啊，會使加住。墨子菇，我 kiwi 是你뉴질랜드墨子菇。你覺得你外口食墨子菇啊 kiwi？OK 啊，全菜哦。我真係食墨子菇嘅啊！啊，你食啊？嗱，是講你咩？你我真係食墨子菇，墨子菇是成日咪成鵝藤啦，你不食墨子菇啊？哦，真係冇食。都一日邊人冇食。有人冇食食講臭味咋？啊，因為成個青味啊，成個臭嘅味啊，真係。臭青啊，我知。誒， OK 啦，我未見啊，我未見。OK， 我你成日暫時候都墨子菇先啊嚇。然後墨子菇是墨子菇咧最近咧就是有幫到啲咯，我有幫到啲咧邊咧學見咧一邊車朋友咁啦，我應該是有看到嘛，講佢哋安怎係一大刀上面一大刀，即大刀啊，佢哋定住 video， 大刀可能看下咯，那我 share 嘅嚇 share，即就是講關係㗎，安怎人定到時讀冊是對我講，人就是人講學嘅話到底我等你對我講。第是福建話，即個人大多數嘅人嘅語言安怎變做少數？看到同叫我 share 咧，唔知啊？對啊，有啊，看到啊。看到嚇。所以你若若是到啲podcast 人聽，響若是人要去看啦，人若是講聽掉就免過去咯。我再人是笨蛋冇，那做工啊，即係人有那做工，有那聽邊學嘅嘛？你悄喺頭嘅上會笑嘅。你若是唔去錄掉，阿咪 YouTube。那若是要去錄掉看，唔會使佢去錄掉去看，對，即係事。錄掉嚇？錄掉咯，要嘛？應該是個錄光字啊，追光嘛，丟嘛。人俾你學見你掉咧，是較好聽佢講。掉較好聽啊 ，OK。錄係一條啊，你講到一條。OK， 有時所以真係你白咧，我俾請嚟講時呢，我感覺到真正對我甲我年代都真係聽講啊，是因為少年佢我淡薄本好啊，本誒明白講做咩事，咱到啲學，今仔當今個今仔日本是有對我講唔知，本是有叫人講，一攞個有等於即攞個有，別使不可以講方言嘛，個因為安怎就有一人即校長嘅人啊，有長方面啊，唔是咱阿龍啊，唔是咱阿龍嘅校長啊，唔是阿龍校長，成個啊，協好啊，佢哋校長，咁對即國家即攞法啊，攞法就是攞啊。冇咩了解。攞法啊，攞 actually 是對咱學緊，對咱嘅學緊話係攞嘛，攞法，唔知我聽老人講嘅攞法，攞冇咩了解，所以其實未使講我講人嘅啲等，啲馬來西亞是未使肯做嘅，未肯做嘅，特別，就是我未，人。
叮當頭前時咱就係講，超咩事俾我講啦，變做啊做我人係一屆嘅人，有經驗嘅人，你看嘅人，唔是我係一屆嚟，讀教當劍，叫我等我唔使講福建話，變做你細細漢都 OK 講，你唔使成日講人細漢時你嘛教，你唔使講偏話，你唔使偷睇物件，你看你講你唔使講福建話，一變做啊，即係人啊，感覺到哎呦，福建話是不好嘅咯，所以我唔使講咯，到底我等。唔使講嚇，對，其實是袂使，你看下，你馬來西亞，你這當人學堂啊，好，係咪直直去講哦，政府袂使打壓人嘅一個當人學堂，愛互人學堂愛用蝦米語言來教冊，是人嘅自由嘛，嗬。是哦，依家政府肯講，OK，愛爭取華語教育啊，華語教育，特別。另外一方面呢，一個你講，哎，你不可以講你的母語，你別使講你自己出來嘅話，是唔是這衝突？對，這衝突嚟嘛？這是係咩？irony 啊 ，irony 對，是唔是？所以馬來西亞這國家哦，咱嘅這聯邦憲法 （Federal Constitution） 講漢那哦，就是這漢那文啊。馬來文啊，就是國家國語。特別喺這國家裏邊咯，你係講蝦米語言咯，你用蝦米語言咯，不能使。除了是啲官方嘅所在，官方場合，愛用漢那嚟講話。成個你參加漢那，是參加，唔是參加漢那，就是較正式嘅，official 嘅物件 ，official 嘅就政府啊，來打一個打一個牌啊，你就係打環招牌嚇，你就係打環那嘅招牌。特別普通咱講蝦米話是咱嘅自由，這是聯邦憲法寫了嘅，寫清楚了嘅。所以學堂咧去處罰啊，去學講人啊，是唔對嘅。所以當然啦，我被媒體就是真正我真正有興趣在，就是講安怎。即係人 ，OK， OK， 我會講到啲，嗱攞牌邊咧學嘅人，就是他阿摩車邊咧學嘅人，我叫阿摩西。另外我講聽其實啊，阿摩西啊，邊咧嘅等人啊，當劍啦，變咗人嘅一個 movement 係 movement 就講人學嘅話叫做人嘅運動，人嘅一個運動係哦，會叫人講學嘅話運動，變做。較熱心過讀長人冊嘅人，因為伊人有機會直直講，伊人無讀長人冊，所以無去長人等無記到，你別使講，不少講多講華語，少講方言。你阿摩西人就是講，叫你直講係這你嘅華怎講啊？華語講係這華語，就是叫講 Mandarin 啊。講 Mandarin， 別使講方言，別使講dialect。OK， 所以這類 misconception 就是我哋講嘅，就是一隻人係就是講福建是 dialect 變Mandarin 嘅 dialect 嚟，所以就變咗是兩地方嘅話嚟呢，伊唔是 official， 唔是 language 嚟，唔是一個語言嚟，所以我當然要講嘅就是叫你講，人哋我冇咪曉啊，所以叫你講安怎叮當，嗰隻是點先啊？那到底係嗰隻啦？人路過嚟，嗰隻是我啲中國。所以到底嗰隻是你頭會講起安怎？伊是一個語言嚟，伊是一個 language，唔是一個 dialect of Mandarin。嗱，我啲 misconception 就是真係人，因為都先生本上講，這是 dialect，所以你別使講。對，我講埋歷史。我寫嘅 dissertation 嘅時，佢教學堂我係紅梅嘅老師嘛。對，先生嘛。先生，伊人嘅 concept 本上翻嚟，因為 concept 本上講，這是華語，就是 Mandarin 嘅 dialect 嚟，因為伊 idea 就是 Chinese equal Mandarin， 華語就是漢語就是華語，華語係啲加了。漢語係咩意思？漢語就是 Chinese Sinitic language。漢語。跟住我過嚟講啦，其實OK，專業淡薄。講咱拖回啊，同時，即係就專業，我講拖回。
講到上超，你就講我係使看明白一時鬼講鬼，然後成個錄掉，然後你話，然後你講下 Snapchat 在上面 ，Snapchat 上面啊 ，hip hop，安怎 hip hop，然後去 hip hop 去看，然後本來學嘅對話 hip hop，然後我當見到啲，今日有特別入邊咧學嘅錄音啊，加即係。冇自顧，對講吧，即係叫定單條惡講緊話條惡講嘅物件，嗱得啦，去 hip hop 去看 ，OK，我係對咯。hip hop actually 嚇 hip hop 是我有一個當今你使 add 一個 story 嚇，你使 add 佢 special story，我就本來學緊嘅 story，所以有一個百幾個人到底喺邊 contribute 一人幫一人嘅 hip hop 到底邊。有冇拿 hip 有 hip 有 cut 哦？有 hip 有 cut 卡 cut 咧。哈。OK，來就接唔講。OK，I start 咩？來講。接咯。使哈。所以，來，這是我啲到路啲即係西班牙 Spain 講過了，意思是講過了。特別這，我是要知，我是要緊要知講。咱做一個邊咧學嘅呢？你特別明白講做咩事，人會啲想講即個是學嘅話是較無安尼掛一般呢關鍵，無呢關鍵，因為人想講伊是即係講，應該對得就係想講，學嘅話是講呢未寫嘅。對唔對？就係人想講嘛。然後你做咩事？你華語較好是因為伊是一個 language， 伊是一個語言，乃是一個 language 啦。所以會寫嘅。其實福建話是會寫嘅。伊寫咗幾百年嘅，特別伊無受到官方嘅承認，就是無 official status。到中國外面啦，中國本是上，中國有一陣嘅時是有受到人嘅承認啊，大概是20世紀啊 ，20th century 啊，1900年迄年嘅時哦，即慢慢有人去承認迄個字，特別咧後來咧 Mandarin took over， 哦 ，Mandarin took over， 變到福建話佫再無迄個地位。慢慢有人要去推殺用這字來寫，哦。等陣我嚟講腳本時就知。OK。我奇怪，這不是人叫你基於同樣行咁想到。喂，學嘅同係志偉嘛，志偉啊，喂老師就講，你志偉嘛是字。我想到最尾間無可能咗，我笑掉咪講。我真係話嘅。咪講埋我聽。OK，嚟。OK， 我就貴講咯，這是 OK， 頂一道就是這是辦家一個組織啦，有一個 organisation 在 Spain 位，請我去講咯，伊就講，伊就問我，愛講福建話，福建話問題，我講 OK 咯，安怎福建話是一個 minority language，就是問我，這組織嘅人，然後我就講，其實 minority 啊，其實咯。我就去找咯，找啲 statistics 啊，去找台灣嘅 statistics 啊，去找新加坡嘅statistics 啊。看到這人用啦，我嚟比者咯。其實你正講起來哦，福建人唔是 minority 啊，就係。即係人。應該啲台灣話，已經是福建話。福建話對。本地啦，成日講本地啫。但係我都唔是福建人嚟咩？我是客人。我唔是福建人嘅，我係潮州人嘅。潮，你學講潮州話？愛打潮州嘅嘛愛。我係講是潮州人。潮州人，我是搬嚟。我媽嗰邊潮州了，我爸嗰邊是客人，所以我是潮州客。潮州客啊！我是搬嚟客人本。你看，你個咪跟我想咯。我講甲我外公是潮州人。我媽甲我外媽是客人，所以 genetically 咧，我是搬嚟客人，搬嚟潮州人。跟住咧，差唔多，咱到中國搬過去。
佢去本來嘅人差唔多房，差唔多上金崩，有可能 related 嘅金崩。可能我覺得你哋咪叫我阿伯。好笑。我講下你Christmas 唔 Santa Claus 我叫做阿嬷當姐，唔當姐伯。你在 Christmas 叫阿嬷當姐嘛？所以我講叫當姐伯，成日你特別講嘅，你喺當姐伯講。當姐啊，滾地講，超過伯。成日即 Astro 歡喜睇唔是啊？你講滾地講。滾地講是 Santa Claus 啊？唔是啦，呢時成日是唔知拜神嘅唔是啊？哦，我唔知，我唔識講真冇。關公唔是啊？哦，關公。哦，關地講成日你關地嘢，先關地嘢。唔知，可能是巴生嗰邊嘅福建話。哦，可能啦，鬥嘅，我聽講鬥嘅是巴生，一聽一第一邊一十八邊咧福建頭一集起就聽，所以伊聽十幾年特別伊講我們是巴生過，所以冇咩有聽講過嗰陣時。冇咩有講啊。佢，來接冇？愛去。來 continue。來，誒，我喺這裡找去到路啊。然後 OK， 所以你講你使 start 到啲嘢你按照你除掉講 statistics 除掉嗱，成個台灣77%嘅人是福建人。你做較大嘅，你看嘢 interface 所以嘢看無啊？較大。我看到是講你對面嘅 interface 啊，你 Google 嘅。interface 看唔較細啊！你去又係 Q 嘢頂面較懸咯。Q 啫，你是講我一個你正你看咪頂對，你看來個看就較俾我老人特別看咧。OK。所以你看，即台灣哦，台灣77%嘅人是福建人啊。77%，啲新加坡啦，隆中參嘅了啦，福建人不是排第30%，第二是潮州人，第三是廣東人，就是江湖人咯。雲南9%，客人6%，大苗檳啦5%。咁馬來西亞北部哦，像個吉打、檳城啊、Perlis啊，福建人咪是排第關。你我冇算，冇講江湖話。51%，潮州人24%。我未รู้你算人嚟講啦，你是講福建人，是講福建話嘅人。這是 identity。你是唔是福建人？可能1%數較懸咯，你人算古人嚟講係有可能1%數較懸咯。因為我冇 identify as 福建人，特別 identify as 福建 speaker。講邊咧福建話嘅人，所以有可能佢哋較懸過1%數。看歲聲咯，較老嘅人，即一代就較懸咯。10幾歲咧，可能就剩10%、20%。南部冇上，南部成個做好咁咪拉家啊，還是50%。對，所以我等陣時感覺到，咱講福建話人真正濟，咱問講邊啲福建啊，大陸部分福建啊，到啲台灣嚟講啊，是新加坡，是南方人講嘅成個鬥嘅福建話，是咱邊啲講福建話，講福建話人是真正濟。特別仲未算咱過嚟沙條講細漢嘅大漢講，別實講你講福建話就惡講。就是安翻咯嗱，就是咱嘅 belief 啊。咱嘅 belief 啊，你看啲 belief about language，即是即語言學家嚇，叫做 Bernard Spolsky 嘅即語言學家講嘅。Belief about language are a fundamental factor in success in language rescue. For a shift of languages regularly depends on the value attributed to competing varieties。即意思就是講咧。咱其實用蝦米語言，啲蝦米所在，啲蝦米情形，用蝦米話嚟講話啦，咁了是咱嘅心態，咱家己心裏邊想蝦米，對，成個 mindset matters，所以講個，哎呀，咱去到到路，咱去到。比如講啦，咱去到 JKR，去 JKR，你想到去到嗰邊就係講華南話，係咪先？
對，比較少還買福建麵是講福建話。當今冇啊！我跟你講，就人講華語啊，就極閃啊。啊，是咯，咱啲一代是個有啦，睇那個有啦。at least 我嚟到邊啲福建嘅時候，攞人哋這邊嘅official，但係你講咗 official language，想講下。官方語言，官方語言。你邊啲福建嘅官方語言是邊啲福建啊？你咪招我看的。唔是招嚟嘅，我真係唔招，我想你講嘢。講嘢冇加，冇加 special 啊，冇加 special，所以你咁我差唔多拍唔到，我冇念招嘅。我是唔知啊，我是個 B 呢，招個 B。OK，你接唔去講，有。OK，所以你是講做咩事？頂當時我就係我報到10幾年之前嘅時候，我報到家開始變得福建嘅時候，我叫人聽嘅時候講，咦，聽怪怪啊！我講咗聽怪怪，講唔知啊，做咩事？你聽福建話錄音就怪怪。我講你當然唔是講就福建話當劍，你講係咯，特別做咩事？我聽過佢，你唔捌聽過意思。一部聽過嘛，一部想到，福建話會使去電台。嚇，對，就是。電台是袂使講福建話嘅，有當時袂使講福建話，所以古早嘅人，咱就學這有當啊，洗腦咯，福建話袂使對有當講嘅，袂使對有當講，所以你入到有當，你就感覺到袂使講福建話啦，believe 咯 ，believe。你想到講福建話是較假啦，較你無讀冊嘅人，你講福建話，你若是有讀冊人去學堂，你就講華語，還是講即本是寫條人都感覺到學堂囡仔囝是去學堂嘅，所以咱大人就愛跟囡仔看到有讀冊定要講華語，所以感覺到我上節囡仔去學堂，我定就愛甲伊講華語，所以就造成了囡仔囝當今嘅囡仔囝袂曉講福建話。明白哦，這是一個要緊嘅 concept 啊！等我特別強嘅，這是一個要緊嘅 concept。這是一個要緊 concept，這是做咩事人感覺就講哦，我要教我嘅囝兒講阿嬤啊，講。華語就是因為你感覺就講你上去讀冊，你就不會介意講呢話，這是隻要緊，哎呦死，這隻要緊嘅上班就拍證，這隻要緊嘅拍證嘅，然後就是講你哦 sorry delivery 或者 sorry。即係要緊嘅時講，咱就俾講，即係正就是咁樣講啦，要緊就俾笑聽，做咩事都要緊，咱就做咩事俾解釋我咱聽，做咩事做咩事，伊唔是我俾叫即係話自己講嘅就是講做咩事，伊會變做一個歷史嚟講，頂到是一個語言，一個 official 即係 formal language。一變做 degrade、downgrade 嘅錄嘅其實擺是變做講係你是冇讀冊人講嘅話，所以你解釋佢啫。解釋啊，這要緊。就是講，上個講古早嘛，古早是隔了啲中國福建啊，成個福建嘅所在啦，南部所在。你講福建話，你唔少你地道啊？地道啊！你福建講到啲冇上我接落去講啦，接落去就講掉咧。接落去就講掉。OK，來 share screen。OK，แล้ว所以這物件我講嘅物件就是這五項物件咯，嚇，我係講到嘅寫字嘅系統咯，第二咧寫嘅，我叫埋寫出嚟，寫字嘅系統咯。第二咧，我係講到這個 diagnostic situation，diagnostic 跟住我係講判會啫，判會。拖回啫嚇，我嚟隔兩句水啫咯。第三咧就是 the rise of Mandarin，下面點先即係華語變到真係重要，變咗一個官方語言。第四咧，我係隔人解釋嘅就是講，即係方言即係字哦，方言咯，嘅 interpretation 錯了，安怎會錯？等陣我隔人講嚇，亦造成下面造成了咱誤會講。即係福建話是 Mandarin 係一個大類，第二個咧其實唔是，其實唔是，แล้ว我係教人講係安怎人會安怎想咯。第二個咧 chapter 咧就是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伊用蝦米？你是講啲中國嘅，
中國即國民黨啊，國民黨嚇。國民黨國民黨啊，國民黨是咩啊？因為 ideology 嘛，就是愛建國嚇，愛甲了人講。這是到中國位啦，中國位嚇。對。甲了人愛講上一個語言話嚇，愛團結嚇，愛團結。甲了人講上一項話，你民族定定愛講一項話，別使講兩項話、三項話，三項話就唔是民族啊。啊，你思想咯，嗬，啊，你 ideology。Donald Trump 啊 ，of the day。他們成個見見 Donald Trump 啦嚇，成個見見 Donald Trump。你講啊，即項 ideology 哦，安怎 say 嚟 now？say 嚇，然後接落來就講 OK，即就是即甲了人知啦，我馬來西亞得咯。即係日本到這邊，韓國、中國、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嘛就福建話咧，麥丹啊，即係聽講到麥丹啊，個聽這聽咯，個這巴干斯阿比啊，嘛是講這福建人哦，都係reality啊，即係本地人啊，本地人都係這沙拉瓦隔壁啊，本地人啊，嘛是講這福建人。本地人我聽本地人是鬼啊。鬼，這是所在咩？本地人是鬼哦，你鬼是到底本地人那邊來，你背到底頭殼掃，你聽到，嗱就你聽到，有聲咩？做女仔有聲，因為一笑哈，但是你聽到一聲好拿回啊，入面一直拿緊嘅。對，來繼續去講，啊，個這類 Burma 啊，嗬 ，Benden 啊 ，Burma 係 Rangoon 啊。陽光啊，見咱啲名叫陽光嘛，是真係福建人嘅古仔。一辦冇去。OK，然後互人看啊，這是古仔啲菲律賓嗰邊嘅福建人。誒，等你 click 到邊個？第三 slide。這是第六啊喎。喂，喂，嗱，第六嚟 ，OK，等第六啊，菲律賓啊，菲律賓，所以這是辦假嘅人哦，伊去殖民啊，去colonize。去傳教，去到馬尼拉嗰時，就拄到一陣嘅福建人咯，嗰邊嘅中國人啦，迄陣時中國人。即就是人換落來啊！你看到伊人嘅名叫做桑利啊，桑利 Originals。就是做咩事人啊？菲律賓嘅人有人叫人食茶米粉啊，成個人叫做班舌是你知係班舌嘅 history 哦？班舌唔知嘅。班舌你知班舌是印尼啦，印尼嘛班舌啦。班舌in the Filipino 只出名，茶米粉叫做班舌嘛。班舌啊，班舌伊是我是讀伊是變舌，你就變做變嘅，伊是方便嘅變啊。變舌一隻物件，所以隻養隻用隻嘅。這個你養有煎薄餅，本來叫做潤餅。潤餅咪是人可以叫下福建話。福建話是潤餅。所以到底係有影響到你菲律賓嘅人。特別近日馬尼拉嘛是真係人講福建話嘅。有啊，本來福建我聽講有菲律賓有人聽。菲律賓所以伊人也是你聽講咧，啲菲律賓咧嗱，你再看古仔這就是古仔到馬尼拉。你做講。就是你早講嚟啊，แล้วก็你咧睇下嚟看咧，就是一個大去到菲律賓，去到馬尼拉傳教。這個是傳教嘅，但係你是傳教嘅。你同講他們咪咯？你同講人去菲律賓做咩啊？你是去做生意啊？是去做咩？做生意咯，成活咯，成個人嘅做先啦，咪是可能。就搬去檳城嘅，是搬去到嚟，然後呢就搬去菲律賓嚟啦。係，人搬去菲律賓，人就走嚟走去嘅，直接一杯啦，過嚟過去哦。飄過去，แล้ว當今這個是傳教嘅，這個紅教傳教嘅。傳教書伊就聽到，即有人講唐人話唐人話是安怎，伊就來記錄咯。迄邊馬尼拉嘅唐人講蝦米話？這是到底馬尼拉，你哋都係吹下這條。這小啲巴塞羅那嘅這圖書館，巴塞羅那大學嘅圖書館。
一團教書叫做 Melchio de Manzano。哦，伊是西班牙人對，伊是 Madrid 嗰邊，伊是我 Madrid 180km 以外一個細國家出生。OK。แล้วอีกที่ต่อมานี่ล่า團教，因為要學地方嘅話，梗係咁樣團教啦，所以特別寫起來啦。所以看到這 good 咯 ，good 嚇 CUD 應該是伊是用這西班牙嘅 spelling 啊 ，C 是 good。啊，嗰個 good 喎，應該寫 good แล้ว could แล้ว一 could 哦，一間一 could 一 could。隔壁這邊一個青哦，青แล้ว正出頂邊驚對哦，伊個 n 就是伊個別行聲 n and แล้ว那個人歸水啫，就是這咱長人字是安怎寫啊？安怎寫長人字？這邊你聽眾較濟，即聽眾較濟是紅毛車還是長人車？參一半。半啊。那講羅賓咩就會較，特別係你長人車人咪是較會明白咯，太明白啦。對明白咯，所以咱這長人嘅話哦，是安怎啊？長人嘅話，伊是一個屬於一個 Sino-Tibetan language Sino-Tibetan language 是成個一個 family 咁咯。OK。Sino-Tibetan language 誒，有本無相關嘅話咯，嚇。所以咱今日你是講這個是今日中國嘅話，今日是 under Sino-Tibetan language group。對 Sino-Tibetan 伊參了 Tibetan。Sino 啥物啊 ？Sino 就是 Chinese 咯。Sino。Sino-Tibetan language 就是 OK 參 Tibet 參的 OK。伊就是中國參這 Tibet 嘅話。我覺得紅一大就是講拖回，啫。แล้ว隔壁嘛是這個 Tibet 嘅話咯。哦，你紅色啥物嚟？紅色是到落啲太上地。冇啦，中國嘅話咯 ，Mandarin 咯 ，Mandarin 咪是包啲裏邊咯 ，Mandarin 華語廣府話啲阿爹阿爹這邊咯。OK， 下定錄另外一個，OK。แล้ว嚟半，咪去插這個 Tibet 啊，咪去插這個 Tibet，咪去阿爹不是上地這邊咪就 connect language 嘛。你有冇看到啲新加坡㗎？迄是成個人搬過去，變人搬去就好誒。搬過來，唔知啦，這是我到 Wikipedia 夾落來。OK，了就去講啦。Burmese 嘛是 ，Burmese。特別上話本是 under Sino-Tibetan 咯。冇，上話是巴黎。這是你關咧無上啦，嗬個人。上話是無上嘅，無上這話。你實是 Southeast Asia 無上 family。哦。睇下啦 ，zoom 就去咯 ，zoom 就去看長人話先。OK，長人話咧，就係半咯。所以你長人話你看到哇 ，Mandarin 哦，啲即係北部即係哈爾濱哦，啲頭起到即係昆明哦。隔了是 Mandarin 嘅所在，講 Mandarin 嘅，所以東邊北部即係哈爾濱嘅，即係講 Mandarin 嘅人伊去到即個昆明嘅南部，去甲人講話，應該交通，加減會使會明白嘅，會明白，會明白。嗱北京嘅人伊去到即蘭州伊也是去講話，蘭州，北京啦去蘭州。sorry，北京人去睇蘭州講咩 ？OK， 我把你上次我講成都啊，可以去到做成都，你北京人去到成都呢邊人講話有冇減聽有特別南方咧，就嘅語言就第一啦。你 zoom in within the slightly zoom in 啊
反正 zoom in 然後看者 OK 應該是 A 啦 zoom in 看喎zoom in 非常 zoom in 對，咱若是都無到錄掉嘅看，咱會使去 YouTube 會看哈，去邊咧學見到講咪放嘢咧，我哋放一個 YouTube video，我可以放伊 original 嘅講阿莫話特別有寫，當然真，所以咱阿莫赤人啊，他阿莫赤人會使過去嗰邊看。你咱無到啲面前會看到啦，面前若是看到，咱就免看啊，特別你會使若是無看過，你會使去邊咧學見到佢咪放嘢，看一個直接嘅錄音咩是去看一個伊到啲Spain 講嘅，你 OK，當然看入去 ，OK，走小嘛，哎呀，所以南韓啦，南韓咧就嘢語言就真濟咯，language 就真濟咯，嗬。粵咧 YUE 就是講胡話咯。粵語殘片，粵語廣播劇即台山啊，台山呢山，粵嚟嘅，本是粵一行嚟。本是粵一行嚟。แล้ว隔壁咧，隔壁就是客話，客家就是無常客咯，嗬。客人咪是真濟行嘅。แล้ว隔壁咧就是隻面就是咱嘅一個福建話嘅 family，即面裏邊咧，下底個半幾那種個半。咱南方嘅閩南話就是咱嘅福建話咯。閩南面是 actually 是闽，等人福建話讀面是讀咩啊？闽是 OK 闽。我特別有讀講閩南嚇，就是閩南話 OK。閩南話咯，閩南話就是面嘅一種咯。潮州話本是閩南話一種。明白 OK。福建人甲潮州人講話是講會通嘅。對。明白啊！當啲我唔知講潮州話其實是 under 特啲咧面嘅 group 嘅。แล้วก็有即個福州話本是面嘅一種咯。福州話福州。呀。特別就是面。美國人咧這邊咧就福州人。แล้ว客氣淡薄就是烏咯，上海呢咯。上海、杭州嚇。แล้วลูกแต่มาลูก講ลูก是客人嘛，潮州係咪？ลูก是潮州客嘛嚇。ลูก就按咗古早有，反正就潮州客啊，嗬，福建客啊，嗬。你山頂講一項，山下個講另外無相。因為咧，咱嘅祖先來嘅所在哦，是閩客家甲粵嘅borderline，所以還是伊是 borderline 㗎了嘅，所以即 borderline 哦，咱是大啲 golden triangle 位啊。但係有 golden triangle 就自己你使見，我係看到你 cursor 嘅。冇啦，我是這。那是咁參起來三嚟參做去，所以有客人哦，一直搬去客嘅所在，一直搬去潮州人嘅所在，閩嘅所在。即個邊個人伊愛吹工嘛，咪去到 KL 吹工咯。對，所以伊有 bleed 掉淡薄過去啦，伊人。對，參嘅，所以人就搬來搬去嘅嘛，所以即係江湖人，像個即係深圳啊，古早深圳咯，深圳就是啲香港隔壁嘛，深圳圳咯，深圳咧古早是江湖人甲客人嘅所在，因為一般即係規個城市哦，即係規個 city 哦，伊 downtown 哦，古早是講客話嘅，แล้ว甲起淡薄哦，伊是講江湖話嘅，所以伊一個城市內面咧有兩種人。特別今仔日隔了是講普通話咧，就是講 Mandarin 嘢，Mandarinized。撩練，即叫做撩練。OK。你講好話冇嘢，你講好話冇嘢，แล้ว你客話本冇嘢，就係即 Mandarin 字嘢。所以 Mandarin 嘢所在咧大嘛，伊人口真濟嘛，所以搬來搬去嗬，แล้ว伊就係咯diluted啊，伊 population 係南方嘅即客話。江湖話慢慢冇嘢，環境冇嘢，所以 OK，咱嚟講
咱講緊你字啊嘛，無常嘅話嘛，中國。對，咱知咱得落，咱係福建話得嚟嘅，特啲咧邊面嚇班南嚇，แล้ว到底依政策有偌濟？嚇，這就好comparison 都可以嚟聽下。依政策偌濟，你無通比較嘛？無通比較嘛？咱就拿西方嘅語言嚟做比較。對。咱就拿即個 Spanish、Catalan、French、Romanian、Portuguese 嚟做比較。所以有例字咧，嗰時對嘢嚟，成個華語是咩？我咯，廣府話是我咯，我個我，伊是上一個字嘅。古早幾若千年前是上一個字嘅，嘅音無相變，因為咱南方嘅語言變去，北方嘅語言變去，變甲無相去。所以你看到這字咧，idioma español 就是西班牙文咯，西班牙文。特別你讀catalan嗰時，因為就講西班牙文唔是西班牙文，係 Castile 話嘅，係 El Castella，Castella แล้ว French 係 Español。แล้ว Romania 咧就講是 Limba Española， 你看到 Limba กับ idioma 伊是無相字嘅嘛，特別意思是相嘅嘛。OK。idioma 就是 Limba。一般啲就是 lingua 啦 ，lingua 就是 language。你是講這個是Spanish 這個字，這個意思，到底這個無相嘅語言按怎叫？你另外一個 example 啦，你另外一個例嚇 ，OK， 這字個例，個項語言，有西班牙文、Catalan、French、Italy、Portuguese。那這字嘅意思就是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ript。Chinese writing system. La historia del sistema de escritura china. 嘅意思就是 the history of the system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還是你看你做比較啦 ，Spanish、Catalan、French、Italian、Portuguese，你感覺到呢字嗰啲可能 spelling 冇成嘅。差唔多就 system 啊，就可以 escritura 差唔多像你列掉一套有啲相字啊 ，historia 就 history 咯 ，historia 差唔多像 storia， 差唔多像嚟啊。escritura 就是 script 咯 ，script 你寫 script 啊 ，system 咯，你咁大條意係你用一個長lang字嚟代表啦，咁你可能先用長lang字嚟代表，你感覺到意義是唔是像一個語言？你懷疑咯嚇，差唔多像咧，差唔多像嘅啦，咁你是像這樣話嚟啦，所以有出現可能誤會咯，嗬。咁其實呢隻有見啊拍正嘅，隻有見啊，即係 concept。但當人講你講嗰隻，你聽你講福建話加廣東話有啲字差唔多像，你講話差唔多像，應該是講嗰啲是像，嗰啲是 Chinese 像嘅 language 你去 Europe 時講你講你 Spanish 講。actually 我嘅你話嗰啲是差唔多像，嗰啲是像嘅 language 可能活咯。世界大戰咯，第三世界大戰咯，第三世界大戰啊，誒又 all the same， 係啦，冇特別冇，唔是 all the same 喎，你嚟看英文 Dutch、German、Swedish 咯，你感覺到冇條條喎，你嚟看 history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誒就是 Dutch 荷蘭話咯，荷蘭話，你嚟看到history 個荷蘭字是無相啦喎，咁樣嚟喎 GESCHIEDENIS 哦，個 history 嘅 history 是無相嘅件啦喎，spelling 無相嘅嘛，แล้ว writing system 哦 WRITING 哦 writing 哦，英文是 writing 嘛，特別ตัว荷蘭話是 script 啦喎 script。無相啦喎，對未來嘛，對未來。你感覺到瑞典話Swedish
history 是段係啲後尾喎。哦，你 sentence structure 個冇成啊？冇成啦喎，history 冇成啦，history 係啲後尾喎。แล้ว英文咧係啲頭整喎。OK。你就講誒，古文係了是成都係古，應該是冇成，誒 grammar 冇成。特別你字看起來有當時個成，特別有成啊，看起來有時成啊。特別應該是冇成。啊，所以講，咱嚟講鄧蘭話，鄧蘭話先 good 啊 ，good 這字啊，你想過有 good 華語安怎講？華對，真冇成我聲。華滑對吧？華 good 滑，華 good 滑，哇真冇成哦，特別字個成喎。哦。一字個像喎，所以就是你一字像嘅時候，可能去拉薩就講伊其實是像嘅，特別你按你無像，伊聲都無像一個。聲無像。你講湖人去到北京，你講滑，都知係咩是滑。啊 ，what？ what？ 嗱，福建人去到功夫人嘅所在，good。啲講好人都嚟知係咪是 good？ 對未講咧啦，就講這字哦，古早是安怎變嘅哦？安怎變？喺3500年整咧嗬，是頂面咧哦，你看這白哦，這白。啊，你講啱咧，哇！講啊，3500年整哦，啲東人字點咧？一般即叫咩啊？阿毛話叫 pictogram 啊 ，pictograph，一看到白嘛，就畫出來咯，畫。我開始講咧，第二咧，咪就到粒嘅咯，出邊哦。喺你食緊咩？喺你食一支啊？你食白一支入面咧哦？咩？你食一支？第二咧白啊，第二白啊，一支哦，nhỏ nhỏ人白一支咧，哦白嘅，迄個白白個白等等嘅，成個絲色白啊。imagination 計好鳥咯。這就是我大人咯，大人啊，這是哦，可以食個一支呢 ，OK， 出邊。แล้วอีเฮง就慢慢變咯，慢慢變到下底就是啦，見下隻學嘅咯，嗬，嘛是很簡單嘅嘛，嗬嘛。所以你看到伊古早時伊有形，แล้ว慢慢變，特別冇聽到加了嘅字哦，會使畫出來。別咧發表，你未去，你未，但係你 concept 啦，像 abstract concept，你未用眼光畫出來。較抽象嘅哦，較抽象嘅物件，抽象嘅物件，你畫未出來。點解你畫 concept 這字啊 ？concept 安怎畫？啊，呢啲抽象嘅 idea 嘛。直接做你佢畫出來嘛，直接做畫你佢想出來，特別想法安怎畫咧？想法安怎畫未出嘛？所以你出現到這物件就是人愛。做善字咯，我係見鄧蘭斜人，而家在鄧蘭斜人也在，有變讀變無變讀中間嘅。你我未考得，我 B7 咧 ，Chinese B7 兩個人講，未怪你鄧蘭 fail 啦。是啦，我其實講有變讀變無變讀中間嘅意思就是咩啊？福建話是講有邊就讀你邊啊，聲那是無邊啊，聲就太動啦聲。所以出現到，人被做善字咯，啊，那不，你畫嘛是畫呢隻，啊，有 idea 啊，畫，你係做善字嚟代表較 abstract concept，啊，較抽象嘅 concept，所以嚟鄧人字咧，你會感覺到，嚇，還是頭殼 good 啊 ，good 啊，你俾安怎做咧 ？good 安怎去代表？slippery 哦，安怎代表？你就用這3點水哦，保守是3點水哦。3點水嘅意思代表講膽頭殼膽嚇，你行咧跋倒啊，所以你頭殼 slippery 咯。嚇，你有另外正手柄就是嘅音，伊就用這骨啊，人嘅骨啊，身體嘅骨啊，所以用啲骨嘅聲加一個3點水，嚟做
这个字，另外一个新的字叫做 good。OK。我未了解物件 interrupt 啫。即所當今，我哋想到啦，咱講你當今 system 咪是成日講咱用伊個長人字啦，伊字是一個原來寫嘅 system 嚟咯，伊無代表就講伊你看到伊字，伊無想講今日用 ABC 嘅 alphabet 嘅話，人家是想者話嘛。咱是用長人字寫，人 within 迄個長人字用長人字寫嘅，佫有真正濟南邊是有真濟無相嘅 language 使，伊是用咗寫法，是用迄個寫法嘅 system，咱袂使看迄長人字，特別是今日是 Chinese，對唔對？咱這我會使，你講對啊！我講，我吸引你嚟講。I share a screen， I share。OK， 當然想嚇，因為咱迄個。所以你人福建話咧，即係講起嘅時，樣都夾即係哦，都看到如果講，我係記如果講，喺裏面文言文裏面個頭嚟講。嚇，對。所以加了嘅字哦，即係因為 pictograph 哦，即係看個畫嘛，即係 concept 即係看個畫出來嘛，所以要用這個辦法都叫做 phono-semantic compound 啊，參起來嚇，形聲字，有形有聲哦，形。一形加一聲合起來做成字。用啲 pictograph 嘅咱就我加到邊下，加到邊。形就是形就是一個咯，多手柄3點水 semantic 咯。phonology 咧就是隻 good 咯，聲嚇，伊用這3點水加一個 good 來做一個新的字。叫做 good 所以80字啊個80%以上，伊字個了是 phono-semantic compound 嚟，所以伊一邊是代表聲，一邊代表伊意思，好卡 good 3點水แล้ว這個就是這暫時免講啦，是愛講是等陣吸引我來講，這是我嘅先做嘅。呢段時間即係用日本個吧 ，OK。所以咱嚟講古早啦，古早嘅正形就是安怎啦？古早咧有一古早嘅正形就是你寫字哦，甲你講話是無相嘅。呢正形就是叫做 diglossic situation， 就是你寫字嘅時哦是用較 formal 嘅話嚟寫啊，แล้ว你講話是較精彩嘅，對，所以古早當人寫字是伊是寫一行文叫做文言 classical Chinese，classical Chinese，伊會使講伊是古早成個拉丁嘅可能，你係拉丁，對，拉丁。你去到即個歐洲嗬。嚟即係意大利啊、Spain 啊，去土時哦，你看到伊真係古早真老嘅物件哦，咁咧是一排哦，是用拉丁嚟寫嘅。你看嘅是你大概會知嘅字，特別有影是伊是寫咩你唔知。嚇，伊是拉丁就是古早嘅 classical Chinese 咯。像個即高等啊。你去到教堂哦，伊加了古早嘅即 Roman Catholic 嘅教堂哦，伊真係物件寫哦，是嗰咧是用拉丁嚟寫。even though 當今迄個叫咩啊？迄個 Catholic 叫咩？到底意大利那邊迄個Pop吧？那伊 Pop 到底到咯？Oh my god！ Vatican City 嘅 official language still 是 Latin 咯。Latin 對，official language 是 Latin 嚟喎。特別 Pop 愛甲外口嘅人講話是愛講咩話？伊就愛講意大利話咯，那無伊去甲人見面，是甲人講拉丁，人不要聽嘛。我係國早嘅時候就講到等於我哋冇拖去。國早嘅時，就是講你有哪講，你講話，人甲對方講話嘅時候，人用一種嘅語言嚟講話，特別人愛寫來是一個另外一種真正較屬於較正 official 正。是好寫嚟寫字嘅話叫做文言對，叫做 classic 嘅
classic 嘅字嚇 ，classic 嘅字嚇，即誒，這 languages 咪是有人看到對，成個啦雲南咪是bahasa klasik。嚇對，古仔咪是對，bahasa klasik，tapi 對。雲南伊解決了隻問題啊嘛，當今雲南冇啦，雲南有時你會記哦，阿咪，要雲南是點樣？有，tapi bahasa klasik 呀，字。嚇bahasa klasik tapi 伊改去啊，就是他那咧，你想到愛寫下面，你就用 ABCD spell 出來了嘛。嚇，伊無個再講，你定要愛寫古仔嘅字。對。嚇，即本地就是成個打咩啦。嚇，你有個人男朋友啊，你就問伊講，你寫打咩？你係寫較濟講我寫無夠，你感覺就奇怪，安怎？寫無夠咧，你 ABCD 呢嘛，你 spelling， 伊其實咧打咩有可能問題，打咩個有可能問題，就是你講嘅時，你就講 colloquial Tamil， 特別你寫嘅時候，你寫隻 classical Tamil。classical Tamil 甲當今一人，你隔壁厝邊個人啊講嘅話是無相嘅。嚇！所以當剛剛見到啲，你識你個去咧，識去 Chennai 什麼，也是 Tamil newspaper 報紙下啦，馬來西亞伊個寫法，嗰時是用到啲 classic 嘅 Tamil。classical 對。哦，搞個當今啦 ，even today 咪當今嚇，當今個可能問題就是，你這個人啊哦，伊真係學生哦，冇啦，真係會曉講袂曉寫。scholar。真係個人啊，你朋友啊嚇，你問伊講，你會曉寫題目？伊講我曉講，特別袂曉寫。特別阿種會曉講袂曉寫。咪是參成個啦，福建人哦，人講嘅話，人咪是只隻有講袂曉寫。無成問題。即問題就是伊人嘅 official written language 哦，是真係 formal 嘅。是。那 formal 嘅，伊甲普通講話嘅 grammar 啊，嘅字啊，咁咧無相嘅。Arabic 本是像 Arabic 伊當今嘅即 modern standard modern standard Arabic寫嘅加普通 Syria 成個講 Syria 講嘅 Arabic 是無相嘅，加摩洛哥嘅 Arabic 講嘅是無相嘅。所以你明白就是人平常時個人平常時用特用嘅話咧，加寫嘅話有無相嘅，有啲個 separation 嘅。所以也情形就係咯，古早中國本身可能情形，寫是愛寫古早隻 classical Chinese，你講話是你凊彩咯，你講福建話講福建話咯，潮州話講潮州話咯，แล้ว這是 official 啦，特別你平常時你冇到去到。你無加政府，你即係 official 入面，其實講到啲 court 下，到啲 court 你去衙門，你去到成個古早，你去到衙門嘅時候，衙門咯，係去甲官講啊，有人去輸人。頭兩位機啊，頭兩位機時啊，伊去到啲衙門嘅時，你寫嘅時，你都係寫 classical 嘅。你可能按嘅時，你頭上會放嚟啲笑嘅咧。你平常時你帶出來咧，你無可能去寫 classical 啊嘛，你帶出來你講誒，我叫我朋友嚇，我寫詩，我寫批，我寫詩，我感覺啲有人運用我心就艱苦。我表達你嘅心情嘅時咧，你無可能。你面寫到，哎呦啲係咪？對，你寫全彩寫啊，所以就出現到咧，中國貴世紀咧有家己咧白話文。白話 ，OK， 我明白啦。特別白話就是唔是嗰啲本啊，唔是本言，唔是本言。本言就是 official 嘅，白話就是你想到下面，你寫下面就全彩寫出來咯。所以你嚟看到哦，這其實你看這小英哦。你看到嘅字哦，一等人字嚇，像個等人字啊，我 zoom 就叫 zoom，係咪才能係咪咪？嚇，你看到會，這是咩字啊？就特別我冇背意思嘅嘢。這是咩？這是越南 ，Vietnamese 啊，這是越南。越南你看到，before 用佢哋 French 嘅字寫，是用到
用等人字寫，了一是照佢哋文言嘅字嚟寫，是唔是？對，一條夾啲文件裏邊嘅字哦，即文件一啲上加一個書庫啊，書庫就是一個 reservoir 咯，上加一個 archive 咁。哦，啊，一條看到誒，即字啊，會使夾嚟用咯，一條夾剔出來，一條夾，一條去裝修伊咯，啊，裝修，佢夾咁部夾就即包邊啊夾一個字，啊，你看到正手邊，啊。即日頭加一個貝殼嘅貝，啊全球我看有全球咧意思佢睇到嚇，會字唔知係咩意思嚇，แล้ว你看到，我都看這裡，佢這個豬嘅這草嘅，啊，這菇加這條，即攞嚟字咧，菇條，都計錯嘅。冇想listener，冇想嘅 target audience 樣，你係古調啫，一古加一個調參做伙，變咗一個字哦，這就是越南嘅字咯，咱看無嘛，是唔是？看無。你是 exclusively 越南嘅字，越南嘅字啊，越南字，所以越南不是想。嗰陣你咪想係你耳仔。嚇，語個齋，安怎會變做一個字？一個是夾隻 classical 嘅字，寫法，แล้ว家己改咯，改起來。嚟學伊人，嚟代表伊人家己嘅話，吹話，樣嘅白話啦，啲叫做。嚇，伊人嘅白話字咯，白話文。特別嚇，佢做 official 物件，依靠隻衙門時，就愛寫 classical 啦喎，所以呢個字就冇成字咯。哦，政府是無成字，肯定話講這字哦，計了是，唉，安怎講啊？這字計了是，無受到成字嘅啦，就是來寫都凊彩寫，特別來這政府做工嘅時都未使寫嗰啲字。啊，有當時買解講這字是嗬，啊，無文化嘅人嘅寫嘅，啊，一看衰這字。你看衰這字，但是這政府做工咧，你定都係寫文言，係寫 classic， 啊，嚟看這裡啊，這裡個再另外一個啊，這是莊 language 啊，莊 language 啊，莊就是廣西、雲南呢邊嘅人，中國本啊，中國南邊，中國特別伊唔是。伊唔是善啲，唔是唐人嘅，伊真是無像，伊人是像個禪人嘅款。哦，嚇，所以即莊哦，莊嘅人哦，會使講伊甲禪人是會溝通嘅，所以莊嘅人哦，去到泰國哦，實講話啦。因為係猜到，係猜到嘅，所以禪人去到即莊嘅所在哦，伊甲人講話哦，會溝通嘅咁。溝通是幾點嘅溝通嘅，所以這莊嘛是伊用唐人字哦，就是用一個 classical Chinese嚟改咯，就是改，特別做一個文字嚟。咱看時咧，咱看時阿家會知淡薄，特別正一物件，一 grammar 一字唔知，看無這是莊咯。是唔是而家當今日變做，是唔是你看到底？我唔知路講係哋，成個日本啊，咱會看到你伊個字，咱會明白伊個漢字啊，是唔是？對，日本就是安款咯，日本就是一看到 classical Chinese 是嘅 classical 咯，特別有個字啊，就是甲唐人字未啱，未發表到嘅度，嚇，未對來啊，成個係咩啊？成個この人は日本人です。日本人就來自日本啦，日本人。特別です係咩？寫唔出啊嘛。對，用一個ひらがな所以這越南文就是講咯，一邊咧是 phonological side，另外一邊咧是 semantic side，啲內字叫做字 norm，所以字咧就是字哦 ，norm 咧就是南部哦，意思就是南部嘅字。
即兩個字南部嘅字。即 OK，即是叫做 Vietnamese 啊，字nom是叫 Vietnamese 嘅意思啊。用 Vietnamese 用 Vietnamese 嚟寫，用鄧lang字嚟寫嘅 Vietnamese 叫做字nom。OK，趣味了。當然，把它啷個曉講嘅字啊，佛了佢又講字nom啊。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嚟看 Mandarin 不是講咗北方嘅人啊，咱也是讀鄧lang話，一定就是知這兩個字係咩字啊？然後我的朋友啊，我的朋友的就是鄧lang字咯。馬咧嘛是叫一個馬啊，馬加一個喙啊，叫做馬哦。的本地意思係咩嚟喎？啲 classical Chinese 裏邊啊。Classical Chinese 的哦是你去佚佗一個dart 啊，哦，shooting 你去 archery 對嚇，哦 archery 定位迄一點哦，就是得咯。bullseye，哦，所以你講哦目的，我的目的哦，目的哦，嚇，即個的咧，本地的意思。本地嘅意思就是 goal， 你係目標。哦，即係到底你文言入面嘅意思咧，是講文言嘅意思，本地嘅意思，本地嘅意思就是目的。特別咧，北方嘅人，我的朋友得安怎寫未出咯？就本來 no， no 嚇，即 no 安怎嚟代表咧？冇辦法啊嘛，OK，凊彩咯，而家隻文言裏邊是得咯。嚟代表這聲咯。哦，明白。誒，等陣啊，超級拜嚟啊！俾現代話，所能講得講得未掉啊！學點歡迎。我想講訓車啦。我想講攏未使講錯話，見知唔知咩？未使講錯話，真係屬於即係邊啲學嘅人真未使講錯話。我見知咱個節目較特別嘅嘛，咱個話題無相關嘛。本來話題無相，話題那是像嘅呢，要緊特別呢，那是特別邊啲學嘅 flavor。總之就是你有出現嘅所在，就有錯話對。對啦，你大條喎，同埋大條，你大條嘅啫。OK，你阿龍你俾現在話俾咩電話？Samsung。Oh my god！特別你想若是講嚟講，我一話一頭不到啊，後點辭職啊嚇，不到。我會做韓國人嘛？有個屎啊 ！OK，嚟你按接嘴啦，我會接嘴啊！我會做韓國人，所以國培啊咪，國培啊咪。話咁樣講，韓國人都有國培。我唔知我實在講嘅，即係啊，你會講隻金雞是一円像個爆培嘅呢？哦，誒我未รู้啦，你真係即係最近啊冇畫面喎，我記冇一句啊，而家面咪就 kiwi， 我 kiwi 是叫人嘅 logo 嚟學冇一句啊嘛。但係 kiwi 都叫冇一句咩？唔係，人嘅冇一句是馬來亞嘅物件嘛？依家是啦，我是講即係古色蘭嘅冇一句咯。特別問題是冇一句是冇毛嘅嘛？冇一句有毛啊，冇毛你去搜下。冇毛嘅啦，冇毛啊 ，kiwi 有毛嘅。喲，嗱佢就講條毛，個大條，個毛，個大粒。kiwi 有毛，所以 kiwi 個掉。kiwi 比較叫，但係我想到你譬如話講伊成伊鄧人名啊，就上個拍超情啊，所以伊應該咪做超情啊。超情有啊，超情有人名對，冇錄住你拍超情，就係冇睇鄧人情，那是我。未曉啊，即係而家黐咩鄧人話咧，即係黐啊。啊，我叫你拍超情，阿 Manna 叫把一句拍時候，咪拍超情。把一句。特別拍住成嘅好記啦，我不到我就你看，你就是個幾節啊，到底嚟教人講嘅時候，我上回 keep 啲名嘅時候，我就是叫你拍住成。OK，嚟就你講，你喺你目的，嚇，就是古仔嘅人咧，北方嘅人，你講，哎呀，我的安怎寫啊？你就去吹咯，吹，哎呀，我就用這目的嘅的啊，得啊。特別有一個邏輯啦，特別交代清楚先。有一個邏輯真係人無交清楚嘅，就是咱當見咱寫下面講下面，對唔對？特別咱特別有一個邏輯就是我下面話準確嘅，下面話本好啦，是先有聲了甲有字嘅。所以字嘅出現有字咧，是因為咱要為着
未去記錄，咱人講出來嘅物件。所以嗱時講有人講出來嘅，對，咱成講有話出來了，咱家己想到啊，用物件來去記，係啦，古早用話道嘛，話道那邊字嘛，所以就是所以講這個邏輯是對嘅。按照講，我的朋友人講的對點先，迄個點先寫袂出。所以就找一個古早有寫過了嘅相應嘅物件，拿來用。哦，他咪話媽咯，媽安怎寫啊？我的，這是我的媽安怎寫啊？寫袂出嗎？媽養成有講話嘛，但係你講啊，養講嘅話裏邊出現到這個字了嘅，出現到這個音了嘅，特別養寫落來就是寫了，我會曉講，特別我寫袂出咯，安怎好啊？因為隨一個字來寫咯，隨一個媽咯，特別迄個媽，你是白啦，我想就是白音啦，媽音啦，特別不要緊啦，邊啊加一個喙咯。你講媽，就你喙開嘛？媽，你喙開。好啦，冇啦，伊本唔是凊彩去夾本嘅，伊有道理嘅，伊加一個喙邊啊，是因為伊是一種嘅 expression 嚟，伊唔是伊無正正意思嘅，所以有一個道理本嘅，哈咪話本是安尼款對啊，佢嘅邏輯。個另外隻 example 係咪即係咩？福建你講福建啊，個另OK，咱來看福建嘅，福建所在啦，嗬，嘛是有可能出現佢嘅情形，就是哎呀，袂使嘅袂，安怎寫袂喎，袂無佢嘅音啊，因為佢貼一個字咯，貼這叫的字，叫一個字，依家會使袂使係咧袂是冇關係㗎。意思嚟講冇關係。冇關係，即係呢字哦，呢意思就是長手腕啊，手腕啊，手腕哦，手腕啊，你是講這是文言啊，文言嘅意思嚇，就是一手腕啊，手腕嘅聲是白咯，我說 OK 咯，廿隻字嚟用，哦，阿你手腕嘅聲是讀做白啊，樣，意思。中國有真正幾十我想嘅讀法，有啲字咱人無用到了誒，當佢無正無用起了誒，所以古早用過字了，當佢無用到了，你無用到了，你個無 conflict 嘛，個別衝突嘛，也嚟用，照嚟用了，啲你嘅日常嘅生活裏邊，所以即係咱當今看到這字是咱變做讀做白嘢咯，對咯。所以伊個手腕嘅意思啊，有還是無啊？已經無按呢要緊了。你是古早用過物件嗎？去照用嗰啲 archive 會照用嘅。有啦。無你用到，但係你用到一字嘅話，你好，你幾句話，你嚟唱用。有 OK，你有講好話嘛？是想講好話，你即係是你去即香港嘅即 forum 啊，你咪是看到佢哋字啊？佢係咩？等陣，你 screen 掉個，OK，同佢講，但 update 啦，同埋一部 update。香港咪係即講好話，我嘅朋友嘅安怎寫啊？寫袂出啊嘛，咪是自然嘅字咯，激咯，嘅就喙咯，嚟代表即我嘅朋友嘅嘅咯。伊本是寫一個新嘅字出來咯，加 Mandarin 加華語上嘅本是寫一個新嘅字出來。也阿開嘅字嚟用，就是寫一個新字。後面話本是相關嘅，所以有人講學嘅話寫袂出是冇道理嘅。你寫袂出是因為冇人未做過，未做過。因為華語冇成話華語是國家語言嘛，伊是有 status 嘛，有 status 嘛，有一個 political status 啦嘛，有一個 group 上去一個模型嘛，就去做。有啦，所以同佢講，我愛做。咱哋做福建咧，福建嗰度，咱做平民福建咧，你福建咯，成日同我講咧，hip hop 咯。嗱，你話，譬如講，咱人平民福建裏邊咧用咗八字句，咱特別嘅時候，喺你八字揾到寫咯，喺你八字句，喺你八字，誒，福建話你冇這啲字，冇這啲音本喺度，咱特別想辦法去寫一個理由，咱把這兩個寫出來。對啦，他們話本是安尼款嘅，專業嘅講了又本是安尼款嘅。OK，當今我俾你，我看單，我俾你 skip 去，所以當今咱講，咱明白講福建話，那個出那個10個20分鐘咧。我呢啊，別見啊，我當有件事我未明白講，就係講做咩事人誒。你特別當今你不得 start explain 講做咩事，伊個 rise of Mandarin
就變做人嘅福建，變做邏輯去。邏輯去 ，OK， 邏輯去 ，OK， 我被 skip 咯。所以我緊講啦 ，OK， 這車哦，這紅樓棒咯，紅樓棒嘅紅樓棒嘅最後段咯，最後段最後段，水又是水啊，最後段，即兩本車哦，我這本地我唔會寫，我唔是水河段，是水河段嘅調，水河段，我唔會講就係嘅，有啲字嗬。但係人講 separation between classical 即個文件加人嘅白話嚇，嗱有啲字嚇，即係是人讀有啲字，人有當時人讀水，有當時讀水咧。伊是無像像個你南方嗰啲無像年代嚇，南方我淨係人講福建話嘛，講，特別有陣時哦，北方嘅音哦，會影響南方嘅音。我啦，你喺解釋嘅話，人會較亂。應該講OK，你家己想啦，伊是一個是1900，一個是1800 ，OK？ 1800嘅點寫咧？大人喺講話，按讀，按寫，一百年過後啊，嗬，有certain嘅所在啦，來到福建了，落福建變去，伊唔是變去，伊講到上塊嘅物件，特別。另外一個所在人，伊本古早講上物件誒，特別伊講久了，伊家己變去，因為中國真濟山嘛，山過了一個山就無像伊咩嘛，伊變去了，特別迄一班變了誒人，走去一個無變誒所在，伊一入去了，伊嘛帶新誒物件入來咯，伊帶新誒物件入來時，local 誒人家己講條物件照講，特別新誒物件入來了，用本嘢來講，所以變到一個字有兩個音去。人普通即係人即字哦，人哦，人哦，對，特別你別個人嚟講，你特別入嚟，一個人即係字是唔對，你特別入嚟。哦，別個寫字係咪啊？一個字嚟，人是另外一個字嚟，冇關係。人唔是。像隻 character 你別。鬼古早是讀鬼咯，你即係你講啦，一白講嘅點先，大人講鬼，然後我咪大條這邊講鬼，特別另外一個所在，譬如講我喺邊頂啦，我講鬼，係了，是人我嘅人，又不是講鬼，特別因為人受到無相關嘅影響，人嘅演變了，你即啦，又講又變滑去了，人嘅人搬嚟邊頂度，一直搬嚟邊頂時，一直講嗬，冇位名叫阿滑，唔是叫阿鬼。係啦，大啲邊咧阿貴講，我只能叫阿貴嘛，我唔想你字下。喂，我未想到就是想，但係你講水嘅可能係啲，做咩事？其實咱讀水，甲其實咱讀水，咱講啉水嘅水係本是上下滑噶，但係你講你水，對，水是古嘅音，水係咧洪水嘅水咧是新嘅音嚟，你係看按照佢本古嘅先咧就應嘅，多一項物件，來聲。對，啲人嘅成日話你未較要緊，水較要緊啦，就是洪水較要緊。水要緊嘅物件，伊嘅頭發咧嗬，水流。OK。因為啲人嘅成日話你俾人真正早都有用到嘅物件嚟嘛。OK。水是新嘅 concept 嚟嚇，洪水。水是個新嘅 concept，因為洪水是一種嘅 science 嚟嘛。伊是真正新嘅科學嘅物件嚟嘛，所以一個新嘅 concept 入來了，伊用到嘅字，伊演變了，有可能是別位，對，有可能是受到別位影響嘅。OK，明白。OK，但是我都未講按咗影響嘅話咧，係你是真正千萬問題。你白紙咧，讓拖回話啲白紙嘅講。你哋未講真正。有等內邊，咱有學到即紅樓夢甲水河段嘛，嗬，這是咱有等學過啊。特別咧，咱有等無教人哦，其實哦，福建話本是有家己嘅文字，嗬，你福建文哦，即個哦，即係真久以前嘅冊了，1566年就已經有啊福建字，嗬，特別咱有等內邊無教，咱就想講嚇，叫做李經記啊，李經記。李經有人講乃經記，我感覺對李經記較對，有人學者是講李經記讀較對啦。所以李經記咧，就是福建白話文，啊，你寫落來嚇，你內邊咯，啊，看就係，你看到哦，正手邊這邊哦，你看到我 pointer，你個 zoom in 淡薄 ，OK，zoom in 嚟
zoom in 入去啦，看一邊嚇，OK，你看正月15咩？初上應該是丁啦，初丁哦，注定人初丁人點丁點定啊，是，你看到這邊哦，跌日頭，意思係佚佗啲到交我嘅啊，去嗰個佚佗交我邊，然後正手邊哦，嗰隻甲線保庇我，甲伊成雙成對。哦，你看會出啦，是個咧是福建本嚟嚇，福建本嚟。伊相字，特別伊記錄寫一個寫出來嘅人是用福建話嚟想，係咯，伊寫出來嘅不是用福建話讀出來嘅。特別有等咧，紅樓幫是明調啦嘛時候，紅樓幫是明啦嘛，明清啦嘛。明清。明調就係，寫嚟寫嘅人咧，伊是講伊嘅點寫，伊嘅話，所以伊嘅話咧明調嘛是敏感嘅事嘛，較話話古咧，較話咧。所以你看到古早哦，伊就一個 standard 嚟就，像個女被安怎寫？女3點水一個女，是一個 standard 嘅。伊咧，伊就呀正義嘅伊咯。你是 zoom in 啫，先看。zoom in，OK zoom in。像個女哦，你看，這是女會起，這是大媽我講嘅咯 ，arte 另外少，就是這個 Mel Gil de Manzano 啲。馬尼拉寫嘅一本冊，你看女會起，伊是用隻女3點水隻女，阿婆，你看隻阿婆，正手邊，倒手邊阿婆，แล้ว食路錢，迄陣時個冇，對，冇寫你，伊冇寫隻精理，แล้ว阿婆，你看阿婆起。即伊是已經有一個 standard 了誒，迄陣時即人講，哎呀，伊福建話是有字有音無字，其實是有字啊，是咱有長無價，有長買價，所以咱想講伊無字。你看 propaganda 咯，實在冇 propaganda 嗬，人掉啲嘛，成個上一個字啦，上一個字，你若是講啦，用另外一個邏輯嚟講啦，上一個字，特別伊其實上一個字，你會用無相關嘅中國嘅話嚟讀出來，特別有等間嚟加入一種嘅，係咧伊講你講，這個字是間用迄一種嘅話嚟讀嘅，你袂使用白話嚟讀，你用白話嚟讀嘅話，我就會順路。啊，你就學一半，你是講學生一啲學堂裏面講福建話啦 ，actually 伊是講 OK， 你是講我去學堂，我啲先生面前我講福建，先生講你袂使講即個knowledge用按款嚟讀，你按讀嘅話咧，我就會發落淚。特別就是我講福建都冇數喎，伊 actually 是完全相嘅字嚟咗。先生甲你講即個字按寫出來了，對。特別你讀嘅時，你特別讀福建，你講你讀福建嘅話咧，嗬，你唔對，我就會拍你。就是啦嘛，可能細可能法律法較驚咯。可能先去荷蘭你個唔知個。都，可能先，然後啦，人講嗬，這個字，哎呦，這個字你讀出來就是按看讀來福建嚟嘅，冇把你讀完，要跟你讀福建嚟嘅。OK，咱嚟講白嚟啦嚇。OK，但是你是福州人咧，福州人本是有家己嘅字。福州人你看到這個，伊唔是有家己字啦，伊是相關嘅字，當然是嘅啦嘛。伊用家己話寫出來，家己話寫出來就變多筆記，變多筆記就是古早福州人家己寫嘅字。แล้ว這蘇州話嘛是有，蘇州話嘛是這個可能冊，แล้ว廣東話就是廣府話嘛是有，即廣府話即博府，廣府嚇。唔近標籤，你看啲字哦，你看啲我 highlight 起來啊，手腳唔停，成日做嘢，從朝到日頭斜，黃你姑嫂咁多，仲有妹姐，碗碟唔方，共我洗一聲。哇！我咁嘅行為仲唔多謝你反為話。你反為話我懶魚蛇，前帝唔收，至嫁俾你隻嘢。你看，這個是用廣話寫上，用廣話寫出來。這是幕戶書，幕戶書寫。古仔幕戶書是一是上個
像歌冊啊，福建話歌冊，就是一食入嚟寫歌書嘅。嗰有押韻嘅，有押韻嘅嘛，嚇，即係做嘢咧，日頭斜謝嘅謝嚇，多謝咧，懶語謝，嗰啲有押韻嘅嚇，嗰啲是一時入嚟歌書嘅。但你當今嚟講起係當人 Mandarin 嘅 rice 做咩會影響到人變做人嘅 Mandarin 哦，就是迄陣時哦 ，OK 啦，較緊。So Mandarin 其實是甲福建上 status 啦，因為伊是較北方嘅話嚇。北方對，伊 written form 是上 status。伊是唔是我喺啲北京嘅數？伊是唔是我北京嘅政府度邊嘅是用家己嘅話嚟做？對，所以迄陣時咧，嗬，1876年，嗬，1876年以前是完全無 Mandarin 嘅報紙嘅，咁呢個報紙咧是用 classical Chinese 嚟寫。OK，明嘅。就是講你去到中國後面做就你用你當地話，你本讀會明白嘅，因為字是相嘅嘛，是你讀出嚟伊無相嘅嘛。classical 咯，嗬，到1876年開始咧。就頭一份用 Mandarin 嚟寫，用華語嚟寫嘅文字咧，就 start 咧，報紙就開始有人印啦。因為安怎就？因為迄陣時咧，中國真亂，嗬。依家迄陣時即西方國家嚟到中國啦嘛。清朝嘛，清嘛。對，清朝嘅時，清就是清朝咯，清朝嘅時。早用清朝喎。我清朝沙龍。我冇清地球，特別有清沙龍。แล้ว依家日本咯，中國嘅日本個發展，所以中國輸去哦。伊就感覺，哎呦，日本本地是嚟照咱嘅文化嘅一個國家哦，風險伊科技哦，伊 technology 比咱國家強哦。แล้ว迄陣時嘅人，即社會嘅政治嘅人就講，哎呦，死了啦！日本哪安尼好了。啊！做中國安尼落，所以就開始感覺到，原來是真濟人完全連讀冊都未曉啊！因為你愛寫物件嘅時，你袂使用你家己本身嘅話來寫，你用這文言，文言是真艱苦學嘅。我學咗幾廿十年哦，我文言都唔是真好啊。來寫嘅時，寫 Shakespeare 咯，我寫 Shakespeare 啦，寫 Shakespeare 英文安怎寫，我未曉寫，所以冇 practical 啦，冇咩 practical，冇咩現實。我會曉講就係嘢，但係你話叫我寫個安尼 proper 出來，我寫唔出，寫唔出。所以迄陣是1876年開始咧，就真濟白話文嘅報紙就出現了。伊目的是啥物？目的就是愛來教了人。knowledge spreading of knowledge 迄陣時一個白話文就慢慢出現了。報紙本印，你人開始承認啦，即話是會使，你按翻寫會使唔要緊 ，OK？你免寫到寫 classical， 你免寫個文言去，文言上超啦，唔要緊嘅，你寫白話，我讀會曉就使啦。所以規個中國規世界加了有一個白話文嘅。家己嘅嚇，像個潮州話不家己嘅報紙啊，潮州話1906年就出現隻報紙叫做潮聲，潮州嗰邊出現嘅潮聲，伊是潮州嘅報紙。廣府話本家己嘅報紙，伊報紙是廣東白話報、廣東白話報就是講北京嘅人嘢係你報紙嚟睇嘅時，伊用華語嘅音讀出來，伊有正正唔係冇 make sense。make sense 成個大媽香咯，嗬，五間吊妻哦，你叫華語嘅人睇出來咧，伊唔知你講咩物件。所以迄陣時是加了嘅白話文啊，是會使用嘅。無講你寫你廣府話嘅字未使嚇，未使用，你就愛用 Mandarin。迄陣時是無嘅，無可能 status，加了 status 是上嘅。了1919年嘅時咧，一個新文化運動中國北方嘅這個 Mandarin 咧，就越來越強啦，因為伊人口真濟嘛，但係你看到都最貴大嘅了是 Mandarin 嘅所在，所以伊用嘅人濟，寫嘅人濟，所以這個 Mandarin 就越來越強，越來越濟，嘅了是用 Mandarin 嚟寫。南方嘅這個廣府話嘅字哦，
钓一市場無大吼，講即潮州敢若會潮州字咯，潮州字敢若會啲潮州嘅所在流通吼，所以伊吼迄陣時嗰真濟人是袂曉看字嘅，袂曉讀冊哦，所以伊嘅 circulation 是真嘅，因為幾若百人看。對，還是個部 podcast 咧，還是？迄陣時嗰部 internet 咗，吼，嗰部 internet。所以即係伊咪有 cassette，一對 cassette。伊 production cost 真貴，拍一人幾廿百人，嗬，แล้ว冇 make sense 嘛？即係行字就慢慢冇，或者 man 就冇咗去。佢減一步個，因為日本真香嘛，中國看到哇，日本好料咗，因為做因古仔少人嘅物件嘅國家嚟咗，伊行咗後面物件本比人搞，有錢啦，有車一大堆嘅咯，嚟爬人咗，對唔對？所以，因就學到這物件咗，因為對佢講，日本到底做咗蝦米物件？因為佢學伊 model，伊做咗蝦米物件？按照伊嘅成功，按照伊嘅成功，按照伊佢哋社會人啊，按照聽話咯就，叫你徛，你就徛；叫你坐，你就坐。做乜事樣做會到咧？所以中國人咪走去學咯，去看咯。原來日本有一項物件叫做 national language。國語這個字咧，就是日本話嚟，國語，國語這個字。而家就是看到原來養有 national language 啊，恁爸本愛有 national language。特別冇成日都講日本人咧寫中國人咧大咧影響。所以中國伊就 start 去逼咯，講我你特別講國語。啊，明白。好啦，國語係咩語咧？咱來嘅是啲北京嘛，講國語就是北京嘅話咯。所以咱影響叫咱嘅就實在是misunderstand。都比較 misunderstand，特別 let's partially is because of 日本嘅影響咩咯？對咯，日本嘅影響。แล้วOK嚟講哦 ，OK 迄陣時哦，假如講啦，規中國哦，伊話無相嘅嘛，古早哦，中國哦，南部啦，嗬，南部即福建地區、潮州地區，一項冊叫做15音，15音啊，福建話就15音，潮州話叫做潮州叫做15音啊，即冊哦是。這就是古早教福建話嘅冊，課本嚟嘅。textbook 古早福建話 textbook 嚟，伊裏邊有教你安怎去發音，嚇，教你去發音嚇，這個多講書嚇，多講書15音。你看，伊頭一個教你安怎發音，福建話7個音，滾滾滾滾滾，滾滾滾滾滾滾。滾แล้ว潮州嘛是有家己嘅冊嘅，你看潮州1960即潮汕新字典啊，潮州新字典哦，伊研究1979年個出版過，1979年啦，有人去用。我朋友啊，細漢嘅時，伊今年41歲啦，41歲，伊甲咱差不多像嘅。伊細漢嘅，伊是山頭嘅人啊，山頭嘅人嘅，所以伊住佇中國山頭大漢嘅，伊是本地中國人嚟。伊古早小學讀冊，點知咧？嗬，時勢啲學堂咧，唔是假，是講潮州話嘅。因為講咯，因唔是講有一個 concept 講啊，我啲學堂裏邊去學潮州話，唔是這個意思咗。伊啲學堂裏邊是學講話，啲學堂裏邊是學。咱人嘅唐人話，對人嚟講，人嘅唐人話是都是潮州話。我講就是你看到我講是1903年出世嘅，嗰是老一代啦。特別我朋友是40幾歲那種，伊是40年代嘅。迄個點先啊？因為因雙頭較無安尼發達嘛，較無安尼硬嗰種。所以你中國嘅政府嘅，即北京嘅政府嘅統治又無安尼響，所以無去大人講，你袂使用潮州話來談字。這樣照樣，照樣，所以你看你這冊，你看頭一行一下，本字典對中小學生、小學教師啊，吸一班一半具有中等文化程度嘅人適用。伊是係好小學嘅學生，跟老師嚟講嘅咯，嚟學嘅。這字典是嚟教老師安怎讀潮州字。伊目的是咩啊？目的就是愛教人安怎去讀北方嘅字。咁我講過啊嘛 ，Mandarin 變做國界文字啊嘛。伊是教潮州 origin 字無變就是國界音。
對，意思用一條一家潮州嘅 native Android pronounce 伊個北方嘅，北方嘅字，因因為咧潮州字冇受到承認嘛。嚇咁啊，咁你講嘅，即1907年一本冊用嘅潮州字嚇冇受到承認，嚇，佢那受到承認咧是北方嘅字 Mandarin，所以真係人未曉讀哦，即係安怎讀哦，所以一條就出現咗一項嘅字典去北方教嘅字叫做咩？誒，不是等人字嚟，一是音冇響咧。我知意思，伊 terminology 叫咩？成人講，伊人叫咩？北方話咯，北方話，還是官話，官話嚇，官話。哦，官話 ，OK，官話我先。阿官講嘅話，你看這發音嚇，混嚇，即個了是教人安怎潮州嚇，潮州嘅發音。迄陣時咧，這正特別嘅形象就是，你講嘅就是香港。香港迄陣時哦，伊無受到中國嘅統治嘛？伊是受到英國人嘅統治嘛 ？British。所以迄陣時咧，哦，成個 frozen in time 咧。對啦。所以情形就是香港我睇下我情形就是，你去到學堂香港學堂哦。伊人教了是讀北方嘅字，特別講話是香港音，香港音，江湖音，啊，所以看到伊去到學堂嘅時候，伊一早讀字，即教了字哦，本字典國音和音並存，哦，當今有人寫歌，你本能本嚟看哦，嚇，伊就是寫Mandarin，哦，特別伊讀嘅聲是用。哦，明白。Cantonese 嚟讀。actually 嚇，所以無管真係 pure 本來伊個 written 嘅伊個，特別有個人寫，有個物件本是寫用伊笑嘅物件嘛，笑，伊當今較主要都這嘢，都係頭前，古早是冇嘅，都係頭前你做這類工作，因為東西冇咩 entertainment 冇咩幫行嘅啫。古早你話你在超市嘛，對唔對？對。超市是多路嘢。對 ，Shaw Brothers 是多路嘢，是中國是香港嘅。香港。對，特別安怎以前嗰啲講華語嘅。超市講華語嘅嘛，以前，係咧連帶啊，連帶是香港人嘅啫，連帶是講廣府話嘅啫，特別連帶做戲點先，伊是講華語嘅啫。亦係點先？因為因為 market 啊，因為上到一個 concept 就是講國界話，對唔對？係咯，因寫歌本是上到國界話，雖然講係講廣府話，特別。交俾70年代就出嚟就一個人，迄個人伊寫歌就是用香港嘅人廣府話本地音、本地想法嚟寫嘅，真出名。就是可以冠傑。哦，就是伊出現咧，我哋呢班打工仔是唔是？對，伊就是伊出現了香港夠有家己嘅歌。哦，哇！伊響你是頭一個，伊應該是第一代咧，伊是頭一個。哦。許冠傑啲啊，冇咩，所以許冠傑啲寫嘅歌詞哦，緊了是用廣府話嚟寫嘅。社會啊，嚇，社會啊，伊唔是寫，伊唔是寫北方話。你睇下看，緊了嘅一個，你睇下當今看，緊了嘅一個即係香港嘅歌詞，緊了是 Mandarin 嚟嘅，特別是伊是用廣府音嚟讀嘅。特別2年代咧，可是緊了是廣府字嚟嘅。所以雞乸成個雞乸哦，雞乸就是即係廣府雞煲咯，雞煲。grammar 咧，雞是係啲頭整嘅。華語嘅 grammar 咧，雞是係啲後尾嘅。母字嘛，母字啊，字是係啲後尾嘅。特別廣府話嘅字哦，係雞哦，係啲頭整嘅。所以雞乸，所以你出現到雞乸咧，是冇受到香港政府嘅承認，跟啊。母雞啊，咁啊母雞咧受到香港政府嘅承認，所以香港人愛讀嘅時，一定要讀一隻 split 咯，一條 split 咯頭腦一條 split 咯，講我屋企我家的母雞走了，我出嚟香港話是冇香港嘅咯，走去啊，飛去啊。特別呢唔是 Mandarin characters 啦，呢是 Chinese characters 啦，呢是 Mandarin syntax，Mandarin 嘅 syntax。
Mandarin 嘅 syntax 嘅 grammar 啦，冇係啲頭先。講鄧能字嚟講，係就是 Chinese characters 就斷中國用相關嘅字嘅。嚇，OK。而家你係是也去澳洲嘅情形嚟比較咧，就係看 Portuguese 咯 ，Spanish 嘅人係看有嘅咋嚇，看意思。你成個你看 esto aler uma frase， 即係咁樣，你嘅情形就是成個西班牙嘅人 ，Spanish 嘅人看到 Portuguese， แล้ว用 Spanish 嘅音嚟讀，明白哦？明白，特別聲出來個冇像。嚇，還是聽者 Portuguese 或是伊聲真冇像嘅。所以這就是伊嘅情形咯。Portuguese。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 skip 佢咪講啦，這裡要緊。OK 就是因為咧，因為古早哦，中國是無響你 linguistics 啊，還是即無響科學，冇響 concept 嚇 concept，冇即係 industry， 冇 language industry 啦，冇即係 industry， 古早就落嘛，連即以前咁啲 agriculture 嚟嘛，咁嗰時實際嚇，所以即搬即分別咯，伊未曉搬啊，無像話未曉搬，所以伊就講啊，咁了無像唔是咱皇帝講嘅話，唔是北京人講嘅話咧，咁了就是方言。方言嘅意思是啥物？方言嘅意思就是地方嘅語言。無管你是福建人、潮州人、廣府人，還是西方嘅荷蘭人、英國人，咁了本是叫做咁了本是方言無差啊！但係你話嘅話無相嘅，你咁了就是方言啦。Foreign language 叫做 foreign language 啊，唔是 language of a particular place 咯。北京人講嘅話本是方言嚟嘅。他們所在人講嘅話本是方言嚟嘅。是 language 咯，意思就是，對，意思就是無相所在，無相話嘅意思。你 local language 啊，是 local language 嚇。特別咧，即日本啊，嗰個就係日本係掉嚟。所以人即 linguistic science 哦，接到中國啦嘛，人愛去搬啊嘛，start 愛去搬語言是安怎樣嘅嗬，所以人愛去翻譯即西方嘅 concept 咯嗬 ，family 嗬，頭先講係 Sino-Tibetan 嘛，下底是啥物？下底就是 Chinese 咯 ，Sinitic language 啊，下底呢個 Cantonese 啊，即就是。安怎搬咯？人開始搬啊嘛 ，Sino-Tibetan、Chinese 粵一個緬下底個 Cantonese 個搬落將 Cantonese 係香港嘅 Cantonese， 個即廣州嘅 Cantonese 福建緬下底個 Southern 緬個廈門福建廈門福建台灣嘅福建個檳城嘅福建，伊慢慢肯搬嘛。tapi 咧，中國冇啲 concept 冇夠字哦，安怎樣誒？假了三叫啦，三合人參起來叫做講一句。所以一定要去照咯，日本嘅字嗰再去照日本嘅字。我明白啊。所以講 ，sorry 你講。一個再去照日本嘅字，日本咧，伊翻譯咧西方嘅 concept dialect 啊，日本是用呢個字叫做。方言一條啊，翻譯咯，一行翻譯 dialect 就是方言一本是嘅字咧，本是方言之類嘅字，所以就造成了但係古早嘅人嘅本地嘅 concept 係咩咯？本地嘅 concept 就是 a language of a particular place， 一個所在嘅語言，地方語言。tapi 咧，睇下新嘅 concept 出嚟了，變做 dialect。dialect 就是比語言嘅一級嘅嘛，嘅一級嘅嘛，đúng không？ language 下底就是 dialect 嘛。所以造成了咧，睇下咧，人想講因為人哋講方言，講久了嘛，福建話就是隻方言。
廣東話就是方言，嗬，潮州話是方言，客話是方言，佢那有一個新的字入來，哦，新的意思，特別咱改未來嘛。你叫我講福建話，未使講福建話，愛講閩南話，我改未來，因為閩南話我闽南講過嘛，所以造成了佢那人嘅 concept 嘛錯嘅，這就是錯嘅 concept。concept 咧就是Sino Tibetan 下底就是 Chinese，因為 Chinese 人真係人講 Chinese 就是 Mandarin 嘛，Mandarin 嘅國家 synonymous 的，แล้ว Chinese equals to Mandarin 下底咧，咁樣變 dialect 咗，即係哦，我俾 clarification 啊，我俾講下，你是講伊人日本講嘅方言即個字嘅意思是無像個人 originally 人講嘅方言嘅話嘅意思對唔對？特別因為人去照，人去 study 安怎日本安怎嘅成功嘅發達，係咪咧是去是人實嘢到伊人嘅方言嘅意思嚟用做人嘅方言嘅意思，對唔對？對。Oh my god！ 嚇，但係我自個玩都冇拖去，定咗我看呢是無面上，我等於 clarify，OK 明白啊，嗱，實人冇明白嚟教我，即係教我講，我介紹，哦明白。意思是講，人本地方言嘅意思是對嘅，特別你哋人無去 language study 嘅 science 嘅時候，人無就講安怎去咩？日本有一個物件咯，日本成語。日本成語咧，去照用日本咧，特別日本用嘅方言嘅意思是加一級嘅，加 lower level 嘅。OK， 明白。本地嘅方言這字哦，方言嘅這字哦，用咗幾廿千年啊，人哋是嘅意思就是地方語言。就話頭日本用這字方言咯，是這人叫做養上嘅人啊。意思係意思係本來就是方言啊。呢陣是幾廿千年前，就人就是講啊，福建話就是方言，日本話本是一個方言。特別日本人 import 嘅 concept 出嚟時咧 ，import 掉 dialect， 所以真係人就 misunderstand 咯。我會講，都變咗唔對嘅，就變咗看，嗱 accidentally 佢攞一截片啦，嗱嚇。變邏輯奇皮咯，所以睇下真係人想講我 Mandarin 就是華語就是這語言，下底個了咧福建客話、廣府話、潮州話、海南話，加了是 Mandarin 嘅dialect。哦，係啦，OK， 即係當劍人嘅 misconception。有冇講是 Mandarin 嘅dialect，有時講 Chinese 嘅dialect，但係本地是但係人本登 Chinese 是 Mandarin 嘛？嚇，對，indirect。anh講緊嚇，anh講緊因為佢那 Chinese 加 Mandarin 變咗 synonymous 嘅嚇，所以就響出現喺個會咯。所以人講人是即是福建是一個 Chinese 嘅 dialect 是冇唔對，特別係講是 Mandarin 嘅 dialect 都唔對咧嚇。因為 Mandarin 是加 Chinese 加福建是上一個 level 嘅，上一個 level。特別依 today 冇上 level 係因為依是國家語言而啊，學政府得啫嘛。政府承認而家咩？福建話報少都承認啦。到大家有一陣就講福建話，台灣福建話變做國家語言咯。即係人嘅事啦，人咪去插嘢。台灣都唔是國家喎。所以睇下嚟講 ，OK， 後面迄陣時就喺度正興咯，嗬 ，dialect 嘛，所以有一塊小塊嘅人咧，嗬，伊是講 nationalistic 嘅，哎呦，點解嚟霸佔咱嘅國家，乜係？啊，即就是講 nationalist 嘅人，成個 Trump 嘅款嘅人咯，Donald Trump 嘅人咯，Donald Trump 嘅人就出現了，伊講，嗰啲人愛講上正嘅話，伊就廿一個錯嘅 concept 咯，係咪？咱 confuse 嘛，唔知到底方言是係咩意思？方言是一個所在嘅語言，還是比語言較價值嘅？咱唔知嘛，迄陣時我知，咱冇 study 呢啲係冇人知，所以就到底我是 opportunistic 啦 ，maybe。opportunistic 咯，就嚟 ban 咯，別使講 OK，即係方言嚟，比華語價值級嘅，價值級嘅，別使講。當然 today 美國話是，你使講你咪半價就清楚啦，你當咗特人講嘅話 A B C D E 冇相關嘅話啦，美國當然咪就想，你佢只能看到 video clip 講有一個白人啊，佢走過嚟講，哦 ，in America you have to speak English，少相關嘅 concept 咧 ，it's just that 一樣嘅是 English。against 白項物件，nationalist 啊 ，nationalist 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嚇，依民族主義講可以，誒，這是大陸以來喺台灣啊？新加坡，即係邊個是新加坡 start 嘅？中國冇喺呢物件誒，台灣都冇喺呢物件誒，哦，中國冇誒，但係人講中國講多講話就中國冇誒，台灣本冇誒。特別中國有時有拍是講，有時做咗隻 language 特別冇隻 movement，冇唔是中國嘅 movement 冇相關。中國嘅 movement 一樣嘅 pattern 冇相關嘅，伊個個響個咯。哦，不自覺講你特別，嗰時講隻多講嘛，講佢條咧，一講佢條咧，意思係點？OK，嚟講下台灣呢，一條講咯，我講 Mandarin 咯，唔係講 dialect 咯，啊，等下我要說國語，不說方言。特別台灣嗰時是應該小可結婚證裏邊講一項物件，真係有幾件事。台灣是講福建話嘛，台灣之內你是講福建話、講劇話、講無相關嘅 Aborigine 嘅話。特別按照台灣有人講國語咧，是因為1949年中國散去啊嘛，搬咗落嚟國家去啊嘛。有 communist 估一個是係咩啊？國民黨叫咩名啊？國民黨啦，就是講一般落嚟排啊嘛。係啦，1949年，迄個拍輸咧，人跟了走去台灣嘛。就是1919年嘅故事嚟咗。所以1919年咧，中國嘛出現嘅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咯。係啦，古仔 Republic of China 都掉啲台灣去咗。人跟了佢哋兵啊，10萬嘅兵，中國呀跟了走散嘅啦，因為人兵人拍輸啊嘛，人嘅巴蒂拍輸啊嘛，人巴蒂拍輸走去台灣咯，萬一就係人去個台灣咧，人兵自己做王嘅咋？哦，呢就是一去個台灣咧，一定嚟做，對，一是 leader 啦嘛，係咯，當地人講嘅話，福建話嘅劇話嘛，你哋未好聽啊，叫人特別講嘅，我是中國過來，我未好聽，我是國民黨嘅，我未好聽，亂特別講話嘅話。因為依邊上條有一日，我被壓到對中國嘅。I replicate Chinese model 啊。所以別人講橫嘅話，因為人唔是台灣人嘅嘛，佢唔是台灣人嘅。OK，明白。即係แล้ว講到期แล้วสิงคโปร์本是想咯，新加坡咧，即係你講有咧，咪是用即係 wrong 嘅 concept 咯，嗬。嚟，你在樣嘅 motivation 上面哦，樣做咩事樣會咁樣做？有時 feel 到，因為樣感覺到啲中國 Mandarin 較有 status 係是唔是？唔是，按怎做咧？冇人知按怎做？有人 study 啦，特別伊到底按怎想啦，唔大啦。我有 analyse 佢做咩事？伊係做是因為第一點啦，伊自己本身是阿莫西嚟嘅，伊是阿莫邪嘅。係咯，伊愛學新加坡人，咁樣講阿莫話，但係邊陣時講阿莫話嘅話，你特別寫到就這邊嘅咯，所以伊就要一步寫咯，伊成寫加形寫嘅面嘅成，伊寫了，伊就甲新加坡人講，你特別講 Mandarin。特別意思裏邊就係咩物件就 Mandarin 唔是人嘅話嚟嘅，我別亂講 Mandarin 了，我有一個講好嘅理由，就是講哦，咱大家本是同人嘛，所以咱特別講中國嘅國語，咱大家本是同人嘛，伊用一個理由去寫人嘅腦了，我叫嗬，咱大家本是同人，特別講國語嘅調，萬一就係其實伊就咧，新加坡人是講福建話，加無相關嘅。你條話啦，講話一大堆嘢。你去別人講華語咧啊，上點先，佢 push 乜嘢叫做？佢 push English education。所以你講新加坡人，人會去為咗 English， 為咗講華語咧，綁掉伊 English education 啊，冇可能嘅。因為 British colony 做安尼幾年嘛，個人安尼幾年嘛，所以變咗，伊就講人嘅心被攞變本綁掉嘅啫。所以伊跟了人去讀阿摩車咧啊，變咗 Mandarin 本冇去咗。因為你未使講福建話咧嘛，你對佢講 Mandarin 啊，萬一就係 Mandarin 一個冇正就實到，伊 actually 伊是伊嘅其實 propaganda 嚟嘅，伊就是要做好新加坡變一個 English 嘅 society 嘅。有冇上 theory 啦？你 feel 到呢度 one theory 啦，唔使講一隻上面特別。你頭嗰時係咪都唔知嘅嘛？邊啲福建 podcast 嘅獵鳥我就調啦，就是胡冷講嚟啦。咁樣講係攞點正啊，係咪？攞點正啊 ，OK。我使係除咗我使。所以OK，人真係人 OK，真係人講 OK，福建話面去實嘅啦，面去實啊。咱福建話冇去，邊啲冇去，中國個吹有，台灣本有嚇，面去實嘅啦。中國咧情形是安怎啊？
情形就是你去到厦门，加了人較濟是講華語了。台灣不是想，台灣嚇當今，台灣不是想去到台北哦，去到台南哦，台南個有啦，較有會聲人講咯，第少年哦，無講了。所以嘅情形就是咧，也是邊個無去保護，台灣無去保護，中國無去保護，福建話啲100年裡面啊，死啊！人講，誒，有嚟人佢啊，呢啲啥？咩意思啊？別人嘅意思啊？本身是別人冇等到是自己人嗰陣。แล้วก็另外中國人冇等到是自己人。少，看都是外人嚟。反正都蠻少，我就揾你講。即係咱特別自己，其實咱自己物件對。แล้วก็另外一項就是人講，哎呀，福建話安尼，人口安尼少啊。另外一個人講，可能講人口安尼少，按做去殺。想法啦，可能想法。可能想法。假如講人口，假如講福建話人口有2500萬人。全世界啦，台灣、新加坡，比你個這個嘛少了。我算過，估價這個，因為算，呢是包了海南話，包了自己話，呢statistics是包了嚇，所以我計算啊，我計算有2500萬人，哦，咁就2500萬是就這，貴你咪比嚇，但馬來西亞少，成講國際貴世界啦，2500。包新加坡、包馬來西亞、包台灣、包中國嚇，2500萬人，按怎賣？你看這 bus 間啊有80萬人，伊80萬人哦，有5個電視台是用 bus 來做來播送。哇嚇，你伊個有家己嘅學堂，家己有學堂，伊學堂是用 bus 來加起來。伊唔是用西班牙語嚟加起來，西班牙語本是有啦，是國家國語嘛。但係伊 medium of instruction 咯，是用 bus 嚟加。要學堂嚇。然後伊個有家己嘅報紙，伊個有家己嘅即 magazine。所以真濟人有 concept 咯。哎呀，福建話安尼少人，福建話無少，有幾個馬來西亞人口安尼濟。然後人講，哎呀，福建話無文字。福建話有文字，是學堂無教，你唔知。แล้ว人個有即真濟名，個有人講啊，福建話人免去殺嘅啦，中國會去殺，台灣去殺，無中國甲台灣福建話本未死啊。你知啊？所以真濟可能 concept 啊，人哎呀免啦，等人做啊，你係等人。等別人去做咯嚇。所以即係正形就上翻咯，但可能知咯嚇，你無用一個嚇，一個 broad 嘅即 perspective 去看，無用一個正 broad 嘅 perspective 去看即個物件，你干係會知邊啲嘅正形是安怎，你唔知台灣正形是安怎，中國嘅正形唔知是安怎，所以咱即工作會咧是來互人知 ，OK， 規個正形是安怎。對在，我是感覺到這要緊嘅咧，就是頭先人講到係咱記到日本嚟看，係 accidental，係無小心變咗嘢無相意思之類，變咗影響就變咗人較落一級去咯。係是只武打咯，係是，日本間咯是，特別啦，當然咱知啊嘛，因為我知講真濟人啊，咱我嘅年代人係真濟人啊 still 無明白。做咩事講你講 ，OK， 咱講福建 OK 啦 ，OK， 咱可以使咱 preserve 一個 dialect， 咁啦講就 preserve dialect，但係冇 understand 呢個 concept， 講 actually 唔是一個 dialect 嚟意思 ，accidentally 變做 categorize 去做一個 dialect 嚟。真係你明白係啊，你再講做咩事你明白伊個歷史係，你再講做咩事，你特別，人做咩事特別用福建話嚇。你感謝我一句嘅之嚟講。我只是聽到伊個迄個 video， 我使幫拎個 video 個啷去看，個 video 阿媽你較 concise 咯，還是你感覺點？我講啊，真係物件無清楚，你使去看咧。你使看咧，你去看咧，尤其是咧阿媽曬人嘛，咱即咱邊個學嘅真邊個學嘅嘅字詞只啊本是阿媽曬人，因為伊人無學迄個多講華語少講方言即個 movement 來影響到伊人，所以變做伊人
不如講較濟福建話個，因為樣無你 shame 嘛，無你拉薩山，喲，人哋細佬就講你是隻 shame 啦，你別使講到個嘢你福建話。啊，感謝啊！這個禮拜我大家特別嘅邊啊，或者句無毛或者句，誒或者句無毛咩？我想有毛誒，無，伊不是錯錯很嘅，特別冇啦冇毛啊！一個校長，嗱你要看無毛或者句來看先，校長是只節目，校長嘅時間幾位啊？校長就冇單嚟啊！校長有毛誒，校長有毛，校長人都嚟補，你 computer 你 internet slow 啊？對唔對？冇啊，安裝 slow 你個 slow，特別你講你俾線嚟買啊嚇！我確定咱冚大聲，6點鐘一時可能輸啊！咁就講你聽只笑聽，若是講你有興趣嚟講下，你未聽即個想聽嗰隻拖回嚟講，你係使停掉咧有影時嗰度嚟聽，你即係真有啲陣時你無明白，咱係學嘅歷史嗬，你是真正坎坷。做你嘅心會去保護咱嘅即個話福建話，所以感謝下這禮拜啊，無一句嘅好聽，禮拜再見各位，拜，再見。啊，激死啊！哦，還沒說呢激死。等陣個好多 YouTube 嘅人咧，嚇，等陣人問聽我講個 YouTube 嘅人咧，嚇，你會使去看，這邊嚇，我最嚇，這邊咧就是頂這禮拜邊咧學嘅 episode 啦 ，subscribe 到這邊，特別一啲我個 guest 咧，一啲是攏去聽咧，淡薄一句講嘅伊咧 English 嘅 video 到這邊，OK 啊，去聽。